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嗰本营养书刊福气来咯。大家有去过客庄，但系有睇客庄嘅老屋特别是个饭冇呢？今日我同大家介绍一间新特别的老屋传堂哦。到底一间老屋传堂有哪道特别的料理，也系讲神奇嘅故事呢？我哋接下来有请当地后生朋友同我哋介绍一下吧。马上来分享我哋来自满满的李志玲，志玲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满满的客人李志玲。哇，欢迎志玲来到节目直播哟！志玲，头到在小嘅时间啊，我哋有谈到讲，你是来自满满嘛？你是来自满满哪一种啊？我是满满种。满满种本种。本种人。哇，本种係太種咧嗬，人口貴到。你睇滿滿傳統嗰時也睇滿滿種地杯嗎？錯。都係滿滿種地杯。我要講到講係滿滿種地杯嘅老屋傳統，嗰種唔能更加嘅傳統係含係我哋講嘅火房嘅形式嘛？其實也冇算火房嘅形式啊，都係我哋算改建啊。有時把整理過誒。有時把整理過，融入一些安尼個新式嘅建築風格啦。但係講係有嗰種老屋嘅感覺，係看得出來。元素還是保留。以前韓式時節，因為爸爸都係開一間傳堂嘛，嗰時節都有想過講，我到時節我傳本有特別製品做一個廚師嘛。其實一開始也冇免安多呢，我喺萬世有嘛，過去啊都我去爸爸訂烘天書嘛，蒙吹啦，拿碗筷油嘅毛嘅啦，看到爸爸炒菜好，個結，個引導同爸爸講，爸爸，咩個想做廚師呢？都對萬世開始安尼慢慢地涉獵，係啊。嗰時節韓式時去聽書同真是下去做炒菜做料理係無共用嘅。你第一擺接觸到講真是愛炒菜愛料理嘅時節，嘅感受還記得冇？非常記得。可以同大家講一下冇？相當緊張。因為我哋做餐飲業，我哋做廚師啊，我哋自家廚房出來嘅料理係自家面對人客。所以講我哋唔可以有任何一次嘅差錯。係啊，所以講。我嗰時第一擺嚟做，我記得我印象好，第一烘出去做客家小炒。我咧年下睇試嘅時節，我一定係緊張好菜。天天嚟做，用心嚟做，年下是會講數多嘅。其中講好食啊，新冠都大石頭崩下來。錯。都過關嚟啦嗬。你話你傳統係對爸爸開始嘅，唔過對爸爸開始嘅時節。爸爸有同我講過，總係嘅其中嘅開間安尼嘅客家料理嘅傳統冇。我過太時是有同我有問過，有同我講過啦。伊嘅想法係安尼，因為本身客人嘛，以前係做客家料理嘛，錯冇。伊講你總會想嚟經營安尼嘅風格嘅傳統，因為伊講伊係個研究嘅人啊，爸爸個性個懷舊，係啊，嘛倡議。其實啊，講個有鋼琴嘅東西有冇？都係做起嘅東西，好奇怪嘅，係啊。你話嗰時隻傳統，因為我現在係更加嘅美術，唔係講人口嗰度嘅人哋從慢慢做腳仔啦，嗰度嘅地方咧。其實我哋做起啊，吼，咱開始起家時有冇？我哋都卡傳統，係屏東尼埔嘅。係一啲算羅素菜啦，都可能拄好幾擺路爸爸經過咧團路嘅時節，看到有啲屋嘅可以來整理過滾腦喎，想喺那邊做生意，啲些嘛拄好人生嘛，都有時波折啊，啲些都伊都睇發想講，有啲蔬菜唔會差，拄好符合伊嘅理想，伊就想講，啱啱睇下生根。伊都開始開創一個一號老屋嘅品牌。你一個一號老屋係幾個牌嘅路牌係一號，也係講唔能想講，人哋都係慢慢提高嘅傳統。講到一個都奇妙嘅，拄好路徛喺路段啊，啲段路有嘛，伊嘅門牌號碼路係一號，又係老屋。一號老屋都安尼出來嘅。拄好都做嘅店名都一個品牌名嘅都出來。拄好也係唔能嘅品質改好，就符合一個名嘅都做啦吼。這裡我請教你一下韓式頭都有講過，冇一個醫生講去做廚師，係會唔會唔看到爸爸一個
煮料理的方式，吼，相当诶，怎来决定讲来做厨师。啊，你方开始睇做厨师之后，全部都睇落卡听书吗？还是讲有去其他地方学习，也是讲实习过？有啦，还是会有，因为总是会出去都不会学习嘛，哈。而且我18岁的时间，都同爸爸常常讲啊，讲爸爸，我高中毕业嘅，我想要出去都要学惯咯，都对礼拜开始，我都去那边开始也弄嘅弄，你一边学，一边学安尼。等一下，我这里啊，对呀，团故事吼，跟当忙神奇，有想继续来强调一下，有迄道奈弄过呢？哦。几道蔬菜呢？伊咧讲，有对你印象过什么地方冇？如果从北埔啦、吼桃园啦、东埔、台东啦、高雄啦、台南，拢有去个尝试过，去个学习，去个涉猎见习。啊，你唔会特别先几条地方来学习，几条地方有哪条特色？哦，到底你学习咧嘛？有特别有一个。概算係講學習也就無共嘅風格，也係講無共嘅料理。其實一個人蠻奇怪嘅，其實我因為嘛算享受嘛，我無去多面講我睇乜嘅蔬菜，想去學乜嘅東西。其實做事嘅人大部分都係同行會去介紹人嘛，講我一邊有工作職缺，想要來看得到嘛。我都問嘛講，這邊係做乜嘅飯店嘅啦，還是太傳堂？我好啊，有興趣啊，我想要落去看的咯。如果你輾轉之下，也幾年都要幾個蔬菜喺輪流喺見習。人哋第一講做廚師、做料理係件冇簡單嘅事情，也幾辛苦。許多嘅時間，會唔會像個天師兄做起嘅人嚟演嚟啊？一開始都可能負責準備菜、洗菜、切菜安尼，冇馬上都長出安尼。得一天呢，咁對基礎開始做起啊。但是一天會經歷到嘅。都乜嘅標準嘅時間，真可以講，人真是下去做料理開始操作啊。都乜嘅標準哦，其實也得冇一啲硬性規定，冇一啲我講標準，其實係冇標準嘅。但係應該嚟講啦，我哋對於一啲廚師嘅基本條件有嘛？係伊個從我哋處於下去料理嘅嘛，嚇，我哋咧數感，我哋咧味覺，會比普通人高敏銳。係啊，都從我哋不用一刀一樣下去，其實就是個我哋有經驗的嘛，哈，我哋是看，但係我哋是試，我哋用看到底講，米頭太有多奶，係啊，你係一講標準的話，我哋應該算啦。韓生你接受爸爸嘅訓練嘛，其實你係有基礎嘅哦，你比較講其他地方嘅學習嘅訓練同爸爸嘅訓練有哪條冇共用嘅部分嘛？親人嘅，係親人嘅。而且我做廚師第一個師傅，因為我萬歲，我讀95年生的時間有嘛，我都推報名講爸我想要做廚師，又講想要做廚師哦，剛先來廚房地方做款咯，可能扛得掉嘛，係啊，都開始對95年生都開始嘛，都去推去叫下做些啦，都一下盤的哪樣做，把種都飄下來。哇，羅師傅，羅師傅係，但係。我過講起以前我萬歲又本來，因為提早本來去經歷過一條事情，因為佢論我哋增加一啲時代嚟我哋新生代嘛，後生嚟講，其實嗰度增加學師傅嘅人有嘛，其實都冇做佢嗰種學習嘅精神嘅，係啊，所以我其實都增加我非常歡喜咯，有嘛，其實我講起我爸爸，伊本來也就過高壓嘅環境嚟造就佢哋嘅。同年齡的同學啦、朋友啦，還是工作人員攏共用，還有冇共用的層次同見解。係啊，有一擺我上班嘅時間冇去，都爸爸打電話過來問我講，做乜今日冇來？講爸爸我講我過快事，我講我睇拖累太家人，自家對我自家。要求過高嘛，講我拖累到大團體嘅時候，我自己選擇退出啊。你講，唔係根本呢，我講我半途而廢啊，嚇！以後唔好係我爸爸。佢人嘅。真是。其實
我相信伊工业技法其实也迄味料会好啦。伊希望我如去讲出来法讲到要做到。其实觉得讲，好，刚爱回去上班。就继续吃干那先。继续安尼做。条条志玲分享的故事，同大家印象地多的厨师的故事有相同无呢？唔好错过哟，等下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再来同大家分享哦。前面谈过志玲分享，伊喺娘班来学做一个料理的师傅，今天呢继续来请教佢，今日传堂有哪条特别的菜，也系讲特别的故事吧。志玲前面有讲到按辛苦吼，去学习的一条的菜嘛，唔可以好好同人哋小解一下，今家唔能传堂地位啊，有哪条的本人家受到分享的招牌料理好冇？有人可以马上可以介绍啦，也冇几好啦，都。ที่โทรเขาด้วยไงเนี่ยแต่หักการนี่最有名嘅姜絲炒大腸。好，點解一天愛嘅？也經典客家菜。嗰個都我哋自家，應該說我爸爸自家研發嘅啦。因為我哋晚晚嘛嚇，晚晚嘅出名，晚晚煮卡出，煮腳出名。我哋都卡都係。我爸爸本身都以為前面講，我剛剛嚟做佢團慢慢嘅菜體嘅煮慢慢煮卡英雄。够跳脱，够冇重用。伊研发也到料理的世界用哈，伊的想法系安尼。做起安尼客人啊哈。如果勤俭持家啦，吃东西嘛，够简单食。唔会嘛个要落条油咯，嘛个去焖啊呢。最做几个简单，煮牛肉杀锅，全部拍sap焖条油，简单食。所以我爸爸都囤一啲理念，囤一啲想法保留下来。比如摕啲我哋老厝煮饺，天天風吹啊！古時5年嘅煮卡煮腳，喺木用嘅係全部用拍攝嘅咧。錯。安尼失敗上場嘅理工嘅片嚟哩。對啊嘛，係一啲思想借力啦。我哋面到理工一啲混沌啊，好食到一煮卡，按鐵片嚟。你一番5年的煮腳，應該會特別去鮮過，甚至於講5年半的調油也會特別去鮮過，做冇拍燒的東西吼，其實最主要係食嘅食材的黏味。假如講食材冇新鮮啊，醬料冇好的話，個味道絕對冇出來，馬上都俾人打槍了。聽不，因為真個飲食東西飲食嘛，也越來越精緻嘅嘛。講國民拍是夠挑嘴啦。係啊，真個人夠挑得食東西。所以我哋喺料理嘅過程中有嘛，像我哋講到有啲老厝煮餃有嘛，我哋只不過一定會落到小味嘅中藥藥材，去壓伊嗰啲豬牛羊大嘅香味，係啊，也係一些小細節嘅地方啦。不過唔係簡單嘅拍攝，因為喺煠豬腳嘅時節，後尾特別煠那條好嘅豬腳，我皮嘅也係個臭嘅啊。其實有啲部分都高冇標準，因為你起碼我哋從我哋德福嚟講過啦，有冇可能講我愛統一，我愛皮牛、醬牛我一道一道安尼，嗰難達到啦。我哋對一啲內面一啲料理嘅手法有冇？我哋會過去用心去設計過啦，像我哋嘅佐料，我用啲新香料去。輔助伊的味道，彌補味道上面的缺失啊。我們按多講，其他嘅食材黏味吃唔出來，但都還可以更刺激，說食材黏味可以吃得出來。係啊，唔會特別講啊，我哋食材一定要鮮賣嘅鮮賣，冇最主要一定要新鮮，啊，其他都靠我哋這個獨門嘅料理嘅手法去呈現嘅，然後更加有講到2方嘛，第1方哦姜絲炒大腸，第2方哦煮卡煮腳，第3方係乜嘅？第3方也係嘛係我爸爸自家研發嘅，啲按到椒鹽鮪魚啦，炸魚肉、鮪魚肉，我爸爸睇設計一項菜嘅時候嘛，伊一項料理嘅發想係安尼，伊講，我哋慢慢我哋客人，咪講慢慢我哋客人啊嚇，嗰曉得醃種菜啦、燙肉啊，有乜冇啊有嘛咧？
以前是讲唔会去吃到海鲜的东西，海鲜够贵嘛，系啊，所以讲真假是有啲东西拢普罗大众化的，个方便去的，伊都有想讲，有啲饮食有嘛，啊，唔好嘛嘅弄係牛啦、豬牛、羊肉安尼，伊都會是魚肉。都摕伊個菜單特別設計啊，烘料理都會炸鮪魚肉。因為炸的東西啊，老少咸宜啦。大家人不管係老人家、太年啥些年的，攏最好是炸的小嘛，刷脆啊，係啊。所以講，伊都屯一個將一個安尼學人做起料理肉類的手法有嘛，蛻變成啊都摕啲魚肉當方。伊咧剁一啲魚肉的時間，要特別去剁嘅。腹部的肉，伊體伊冇魚翅，是縫片，一啲東西接觸度又高，有安尼去研發一項料理出來。有個炸魚肉，做乜嘅會特別先講，以前愛嘅鮪魚肉，純有個部分，唔會現在講緊咧，還有其他像虱目魚啦，其他台灣標啦，有種嘅嘅咯。咁安尼話可能都講過細節是，因為。魚肉啊哈，每種魚嘅哈，海魚來講啦，每種魚嘅伊個肉其實有帶細胞，本身有細胞味道。安尼來講，拖羅魚來講好啦，如鮪魚肉嘛哈，伊本身伊個肉尤其個腹部入邊，伊個肉本身都夠鮮甜。俺哋拿來料理，其實伊是過多的調味。因為東西嘛，食得健康嘛，又好食。所以俺哋都揾特別托嗰啲鮪魚肉。夾啲口感同味道啦，原來安尼，你有三項係點項嘅招牌料理？應該目前所提供係啊，幾乎每種人下來必點。安尼有三項啊，爸爸睇做嘅時教我嘅時間，我特別同講，要注意乜嘅嘛，又係講有乜嘅特別嘅手法要請注意嘅，叫我安尼教冇？要注意的素材當然還是會講啦，但是其實大部分還是會同佢講，即個曉得用木做款。因為伊個萬色體提好嘛，伊次伊教我嘅方式，伊攏會維持，都係即個要曉得訓練即個木做去看去學。我簡擺都同講，我係爸爸，我同講冇正常，但係唔去攞杯騙人咩爸爸，騙人唔會同講。所以我萬色伊訓練我嘅一啲方式都係講，我係學先咗咧，即個用木做去啊去看，即個去學。真是老師傅嘅講法同做法咧，每個老師傅都安尼講，有個時間佢哋唔會講法，聽講嚟做唔到看，學嘅學來唔到學，學唔學來係唔知解嘅問題，有問題唔可以提出來，我唔係講，我唔會教我，但係唔知解可以先提出來，係嘛好？係啊，老師傅安尼教育方式，真是爸爸佢看得出來，我哋客家嘅傳統師傅嘅感覺，難怪唔係戲子看嚟同其他校長嘅冇共用，真是看嚟有啲太廚師啦，又係講太調解嘅感覺咧。冇。係啊，安尼講到咗咧，有個傳統雖然講有個招牌嘅料理嘛吼，安尼唔能爸爸睇成立一個傳統嘅時節啦，佢有特別將一個有乜個特別嘅理念，吼，又係講佢有實上講一個傳統，叫我實際講乜個用什麼，先講理念好嘅啦吼。因為爸爸理念哦，伊都過，反正伊都係過懷舊嘅人嘛，伊喜歡屯一啲傳統營造出來的用餐環境嘅本下感受吼，係安尼過輕鬆食飯。另外落嚟一邊試下，冇感覺外國兄弟送到太傳統食飯安尼，食飯係過輕鬆食，其實也過食得出來東西的好食唔好食。係啊。呢種感覺唔係講去到太傳統，大家吵鬧鬧，係呢種。過懷舊啊！呢啲時節本唔家過輕鬆、過溫馨嘅感覺，係安尼嘅方式。大家睇食有嘅東西一定安心嘛，好食一定要安心，好冇？安尼爸爸睇設計一個菜單嘅時節，都來接觸嘅時節，爸爸會同討論，也係講自家有自家嘅想法，來去做一個改變冇？喺我來講嘅話，我是會改變啦，因為畢竟來講，作為新生代哈，會隨着時代的變，與時俱進啊，你講國家，會批下整個飲食文化的一些新的東西啦，會去增加，只是講
同爸爸讨论的部分，有无爸爸还是秉持讲，因为同个现代落出来而传承下去。哎啊，对我来讲啊，也嘛过欣然接受，因为确实来讲，也在愈迄伊早期可以秀眼灯多台的输入出来。系啊，无伊也着出眼灯也无嘛，系啊。一天呢，都爸爸的精神都在也得吹里边，啊，也个吹好的味道，也能传下来。啊，但是呢，有新的口味，也能也不排斥，可以容易也地位。系啊，如变成讲眼能会去，眼是眼思想够跳跃。系眼会去过去弄不宽嘛吼，啊讲眼能愈较传统，真加有物个迄屯真加饮食文化啦，还是讲。安尼都不会对市场需求够无强用嘛，啊，可能用来去因应改进啊。系啊。更加眼人呢，对于一个涉案的问题哦，他家都轻重视嘛，啊，唔能自家在传统应该也该重视一个问题，嗰种唔能在突出啦，也讲料理的时间，唔能会特别注意那度的部分，本大家可以是在够安全嘛。哦，一天啊，有啲第一眼的食材鲜度会重要。迷你去买，其实也唔免讲到迷你去买啦，只是讲眼哋身为职人嘛哈，眼哋只间拢会比普通人够了解讲，也得譬如讲某个食材伊可以不用一久，它的尝鲜期是多久？哦，安尼讲最佳。系啊。务必要求到讲，眼哋咧料理做出来这个安心，也本人是在安心。啊，更加也银行有嗰种。客制化的改道嘛吼，如果银行会唔会有特别要求讲啊，唔能咧出日本安尼，也希望讲各含一些，也各贪一些的，有特别要求过安尼要求的嘛？也是会有嘛个银行嘛，因为口味系因人而异嘛，对嘛？有时就会拄到银行讲，俺想买四个也烘出来，俺想要伊的米头搁烫一些啦，还是要搁咸一些，搁辣一些，系啊，拢会拄到。啊，有特别要求个帮影响个什么冇？冇不用辣椒哟，冇不用姜丝有用讲到一啲都有一个，一个俺没讲过青红奶的故事。人哋年下讲伊要吃麻婆豆腐。好，麻婆豆腐俺哋印象地位係個辣的菜嘛，川菜嘛。年下講伊唔會落辣椒嘅。啊？哦，珍珠奶茶不要珍珠的概念。嗰餐都人哋提示人哋嘛。但係俺係因為俺哋係服務業嘛，盡量去完成的人下的需求啊，系啊，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啦。啊，结果呢，其實後來叫反映嗰個啊，唔有嘅冇辣椒，冇嘅辣麵唔像麻婆豆腐一樣。也是過唔會啦，係都太過分啦。其實自家可能冇法都好食太辣啦嚇，其實冇加辣椒。喜歡食啦，都鹹甜安尼都好。本來咧口味講可以安尼爽過來先，真是能過辛苦呢。除了愛煮菜，還要特別設計講，然後遇到某個問題的時間，好立刻反映去解決一件事情。真係冇簡單。係啊，突發狀況。觀眾朋友，人哋作為咧廚師，可以咧傳達唔係人哋想嘅咁簡單哦。啊，不過啊，這個佢係傳達之後，佢還有這個新嘅想法哦。這裡有樣板嘅想法咧，人哋休息一下，再嚟同大家分享啦。难得请到一位按后生的料理的师傅来到现场，我能继续来请教下志玲其他料理的问题吧。志玲，其实头头我有问到一件事情啊，我就想讲，之前啊，我们疫情的时间，全部台湾传统都有受到青苔影响嘛。啊，对你来讲应该也有影响吧？那这时间喺用办去面对一个疫情做来应应啊。其实我哋屯台湾嘅蛮强用，我哋攞去做便当啊。因为我哋餐饮业嘛，冇可能讲有啲时节又延伸做别的周边商品啊。系啊，你咪可以用屯台湾嘅农强用攞去做便当。你还要强用改变一下之前的个营业方式，本大家去做有个营运做外带啦，做便当也都。营运措施。这里更加算一下哦，对于国小开始都更加做一个料理师傅，差不多1久呀，多年啊。总共来算看落来，也得日方的时间来讲，应该14年、15年差不多的。19年了嘛。19年了。系啊，按长的一段时间，除了去做料理的师傅之外，有去做过欣赏，也有去参加过比赛嘛。
比赛有啦，你摕做学生的时节，你时节你国学生嘛，我想要去比较看的咯。嘿，试看咱先自家的长途都哪好嘛？错，我去参加。你参加讲哪条比赛？也爱自由英雄路迄爱摕读高中的时节，摕伫新竹一间印度大华科技大学伫学校。礼拜吼，也比赛安尼，伊迄国际挑战赛，伊总共有抢40个国家来参加遐个比赛。系啊，如我印象深刻，因为礼拜吼迄算我人生中第一摆参加比赛，我高勇性准备啦，因为有经验嘛吼，高勇性准备，我规样不无赛。东亚都听过你做成比赛。哇，还紧张嘛，也还太兴奋。迄讲紧张，多少有也在部分迄地步啦，只是讲我们伫实际参加的比赛项目有嘛，迄因为规样不有嘛，用印处理的食材。用了有放图比都做成准备去展演的时节有嘛，你可以来最闹。拄好的时节，拄好的时节，每一个细节我掌控都规划，所以其实讲我选目嘛其实也唔讲所以。像准备种时间，拢感觉讲唔拉摆的。系啊，所以希望做成方式就乱猜的。结果按用心，结摆迄唔系冠军啊。系有结摆路过好的成绩。结摆路有得到2个金牌，1个铜牌。哇！安厉害，2个金牌，1个铜牌。安尼，嗰时节高中嘛，系咪？系，这是读高中。除了去比赛有得奖之外，按从个时间地位，自家有去教人无？有去做过线上无？以前都去895啊，又讲去诺贝尔嘛，更加领导时间按久的，总有个机会去教人吧？有啊，还是会督导啊。我从我有印象来讲，有嘛？我人生中第一摆做师傅的时，迄个我19岁的时节。喺伫屏东一间理工一间传堂，喺伫边，其实也係一个赶鸭子上架啦，因为这些嘛过后上嘛，那19岁，啊，都督导我哋一个太师傅，伊都唔会做诶，都自家都离开，啊，我哋调价都突然讲，咁冇按你指定。来加太师傅的比好诶，然后都赶鸭子上架都开始做诶，都对开始就开始喺累积我带啲学徒的经验，开始学做师傅的嘛。系啊，第一摆做师傅的时间，扛到头家同按嚟讲，个心情很样摆，请朋友讲，哎呦，我有机会嘅哟，还係講我過緊張，我第一擺做師傅，我喺樣擺去教人。講緊張其實也還好，因為強勇都喺廚房底部做事嘛，我哋嘛喺廚房底部做關係嘅，講緊張嘅部分講唔會。啊，唔係講有乜嘅心得嘅話，也是有過多啦，係啊，因為你真啱唔對一啲唔用母族，過多年母族嚟看一啲，變成用過多母族嚟看我。身份國土都冇相樣嘅，所以講我嘅行為舉止，包括我嘅思考事情啊，我個冇相樣啊。你喺做人家師傅教人嘅時間，唔會有受到之前爸爸教人嘅影響，又係講之前唔去其他地方學習嘅影響，有本唔做一啲個大嘅變化講，我會以前受到安尼嘅教育，我可能不喜歡，又係講唔適合，我有轉做一啲變化。袂呀，睇我，因為我係一個我曉得同我自家聊天的人，我會自家有自省能力啦，還是我自家講，我用我以前我疏導的方式去對待別人一天嘛講做冇，係啊，所以講對於我這時做師傅開始啊，我睇帶學習的學徒的時間，我都會我崇尚的一啲理念都會責罵同鼓勵並存啦。講嘅滾嘅同落喺度傾下。錯，都唔係做嘅唔好，我會同講那邊做嘅唔好。我一天唔會都係同學生好意同講，因為畢竟有啲東西出去要見人下嘅，我負責任嘅，所以講我會夠嚴肅。但係我哋到下班嘅時都係輕鬆哦，我哋下班嘅時間都冇算薪水嘅嘛，就唔輕鬆。我推講，你某阿今日安尼同講有冇喺 video 麥嘅？其實我點係用心嚟推動交流啦，係啊，嘛推動分享講，真正督導嘅事情有嘛？以後一定會督導。我真正玩過學生，我要按學生講，一定唔會貪愛嘅。
我希望啊吼，今年无通年去唔怕，推机起来，不用深度的地步的话，相信3年以后我过来成哦，因为一定会拄到啊，唔免讲料事如神，一定拄到。所以讲经过安长的时间下来，4、5年的时间下来有嘛，都其实以前带的学徒有嘛，都高家的，就早都会讲哦，以前人讲过恶，讲过吃屎。讲做乜安尼对待真正讲过好彩几时间有同讲，咁我只摆多免定来处理，系啊，都个欣慰啦，系啊。你那个学徒真是有好些米，还有在过来请嘛吼。系啊，真正嘛做师傅诶。哇，真正也做师傅，真正嘛做师傅。你都提供做师傅冇简单诶，有安尼同回馈冇？袂啊，伊同人讲哦。啲真正后生哦，过快带哦，用哎呀，用低啊哈，4、5年前有咩里面？真是，这个做师傅的时间，当地工地方有一辛苦的然后，安尼更加几多路卡吼，重新几多路卡接一间老屋，以后老屋有个传承之后，爸爸咧经营的理念啊，也有讲经营的方式，同自家。接触之后的经营方式有做某种变化吗？还是讲先维持讲原本的经营的方式？以目前来讲，有嘛10年的蓝图规划有嘛是会去开创别的市场啦。哦，嘿以爸爸这片的传统来讲，还是维持原用啦。系啊，因为无想讲我一摆做很多事情啦，基础先打稳啦，体基先打稳，系啊。像爸爸这边有那个未来将来的设想规划还是有啦，多少会，系啊。但系冇做太变化，迄本讲，咱基础底下，我都维持原本的，但系我味道更加好，然后做一些摆调整。会啊，对于皮下的时代的改变啦。安尼讲好来志玲，头头我有面到讲，谈安来分享啊，这个除了爸爸要跟传统，还有菜外的规划，迄嘛个规划开新的点吗？系，我开伊个新的店，我咧今年元旦我会经营，伊个我迄行庶民小吃路线啦，因为本身我哋慢慢学中有嘛，都过乡下淳朴的素材，民风淳朴嘛，我哋其实对吃的东西都过简单，唔免讲我大鱼大肉，我都对以为根基去发想我哋事业的规划路线系啊。几时节做门个我有一个想法讲，我同爸爸的传统，我参个做一个新的，我哋讲新的品牌好啦吼，做一个新的品牌，我做嘛个我有一个想法。应该来讲，同爸爸冇共用哈是必然的，因为今年共用的东西，共下出来有嘛，其实没有意思的啦，系啊。爸爸炒出来，呀炒出来是。其实我大部分嘛，系咪好白白嘅？系啊，我唔当佢分店都好嘅啊，系啊，所以讲我对于分店一啲规划如果冇按强烈，因为我讲像东西会因为少而特别，物以稀为贵啦，吼。不说爸爸传一件点本，你啊，愿意讲束缚爸爸一个精神，一件点啊好了。但系俺自家也想要做一个冇共用的事情出来，本自家测试一下，错冇？有一个想法，自家个性系安尼嘛。做一个新的点的时间，你头都有讲做些事，那你这样子去有个想法同爸爸讲的时间，爸爸有冇个反应冇？讲我的想法系咪？系啊。爸爸的反应是个冇安泰啦，伊想讲。欢喜做嘛，给人去做啦。但是地底如何，我自家经营起来。因为我嘛还为伊在传艺术年的嘛。都是节嘛是要承接我哋都卡在事业。系啊。我如果去设想规划，讲我真正开创一个新的市场啊哈。我26年去批下我哋都卡原代原有的根基。有啲部分会讲到对于我哋都卡以后路步也传统的事业蓝图规划。如我对我来讲啦哈，我个想去打造成一个小型的园区。因为其实我去这下看嘛，讲对我阿公给台流传下来有某个东西可以利用的资源，安样来去变现啊，变现吼。像阿公伊本身喺陶艺家，俺去看，
甲我屯阿公的东西保留下来，然后结合我屯的饮食啊，我屯因为我屯是做餐饮业嘛，我屯以餐饮业为根基，我屯去发展其他的周边商品，去结合不一样的产业，安尼去打造多元的那个市场啊，系啊。观众朋友，今晡日志玲的分享係咪大忙精彩啊？好多人就會像志玲咁樣，有幾多嘅想法，幾多嘅理想，也有自家嘅堅持哦。今晡日真是請感謝志玲，帶來按精彩落伍嘅故事同自家嘅理想，也鼓勵到我哋嘅後生朋友。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多謝大家。把分享大家嚟慢慢嚟支持，嚟慢慢嚟採體嘅文化，來慢慢聊安尼，多謝大家。好喲，更加腳停停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